大家好啊！今晚由張淑慧同大家睇下天氣啊！一道低壓槽正係為廣東沿岸地區同埋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同埋雷暴。本港今日多雲有驟雨，局部地區有雷暴。中午市區嘅氣温大約係27至到28度。唔知聽日嘅天氣又點呢？一齊睇下天氣預測。唔該晒，顛當。預測聽日同今日差唔多，都係多雲有驟雨同埋有幾陣雷暴，氣温介乎25至到29度。相對濕度係介乎80%至到95%之間。跟住睇下嚟緊嘅天氣啦。展望週末啦，都係多雲有雨，要到星期二啦先會見翻少少陽光。氣温方面咧係介乎24至到30度。跟住睇下華南地區嘅天氣。4個城市咧都係有雨㗎，其中澳門有雷雨，氣温介乎24至到31度。另外4個華南城市天氣方面，都係全部有雨㗎，其中佛山有雷雨，氣温介乎23至到33度。最後睇埋4個主要城市啊，北京天晴，上海、天津同埋成都都係多雲，氣温介乎19至到33度。好啦，今晚天氣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